對於正在處理中嘅 Submission、AP、RSC、RG 可以申請修訂提交，以取代已經提交咗嘅 BA 表格、圖則或者文件。要修改提交，首先喺登入後嘅 Landing Page 揀 Revise Submission， 再揀 New Building Works 或者 New ANA Works， 輸入檔案編號搜尋項目。完成咗之後揀 Create New Submission。首先，揀選你已提交嘅項目，然後喺右上角撳 Project Directory， 喺 Active Project 欄輸入檔案編號，揀返你想修改嘅 Submission， 然後撳 Revise Submitted Application。同以往一樣，提交有4個步驟。如果你對項目資料並無修改，可以直接跳過撳 Next。如你有需要修改提交咗嘅 BA Form， 可以喺呢度點擊 Supersede 或者 Withdraw。但如果你對表格並無修改，可以直接跳過撳 Next。之後你可以轉到去最下方，將已經修改好嘅圖則上載到呢個位置，然後進行簽署。要簽署圖則，你可以按下按鈕進行數碼簽署，然後選擇其中一種簽署方法以執行數碼簽署。完成後系統會顯示簽署成功。當所有步驟完成，檢查妥當之後撳 Submit。申請人將會收到來自系統嘅通知，指示修訂提交已完成，仲可以喺提交嘅項目目錄中查看更新嘅狀態。